今仔日这冷气团有减弱，所以你是各地这温度有回升。也毋过呢，下暗开始这锋面通过，佮加上东北季风，北部会佮再来反寒，开始来落雨。也那礼拜时有另外一波冷空气会来报道。后礼拜日就是上寒的时阵啊，就要等到后礼拜二才会较温暖。因为冷气团减弱，落雨减少，20全台湾各地气温回升。估计西半部日时的温度差不多23至25度，东半部是21至22度，明显感受温暖舒适。暗过20暗时，又有一波锋面通过，国加东北季风增强，到时阵北台湾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天气。随着锋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我们可以看到红色这条线，到了明天礼拜五白天的高温。北台湾跟今天相比，就会有明显下降的趋势。气象署表示，未来几天北部东半部伫一波刷一波的混合影响，会落局部较大的雨。中南部的天气是相对较稳定。到礼拜23有一波冷空气会落南，后礼拜2时的透早是上冷的时阵。在礼拜天、礼拜一的这波冷空气，我们预期强度可能会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，因此礼拜天、礼拜一。各地的气温都会下降，尤其是北台湾下降的幅度会再更明显。气象署提醒，要到后礼拜二冷气团减弱，水汽减少，温度才会搁回升，一直到228的连假期间，未搁有冷空气影响。嘛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出外时阵会记得要扎雨具，适时调整穿插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